哦，好棒，好棒哦！哦，以前这边临时佛堂，民国80年代啊，那这边临时佛堂的位置，然后后来盖这个大佛堂。90年大年初一，一楼开坛，一楼佛堂开坛。91年大年初一，3楼大佛堂开坛。91年，秋季大典9月15，农历9月15，国历10月20号，好像是这样。哦，落成启用典礼。哦，这慈心町弥勒园，菲律宾道亲啊，捐款兴建的呢。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。大年初一办那个什么活动啊？哦，你看看，海人上岸啊，还有祭奠乐园啊，素食研究会，要办素食研究会啊，有欢乐吗？然后大年初一，今年的团拜在1楼了，那求到了在3楼了。